收看大师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阿母唔忙，你当继续无村，唔忙你做林家的新妇。阿母，我会使叫阿兄啦。你若唔是亲兄妹啊，是安怎袂用的？阿母，阿妹，阿母知影讲你突然间听到这件代志，你一定无法度通接受。我嘛知影讲应该都要你一段时间去考虑。不过这件代志足紧的。无村就无简单才倒转来，阿母袂用阁失去，阿妹，阿母一切唔忙拢寄托在你身上，你有阿母拜托，你答应好无？乖，阿爸，阿妹毋是讲要来？那到搭未看到人影。啊，无你笑的是啥物声？少年嘞，我问你，阿妹啊，敢真实会来？你家己嘛是有听到的，敢毋是？我是有听到，无毋对啦。阿妹啊，伊嘛讲伊要来啦。啊，毋过我敢若亲像有听人甲讲哦，伤麻烦哦，安尼就免啦。啊，多份就有我伫的啦。啊，阮厝的这只老狗，互我来顾就好啊啦。我哪可能讲这款话啦？我若骗你哦，因为这头，我剁起来你做以下济啦。哎呀，阿爸，我也无可能安尼讲啦。算毋知你迄目睭哦，叫哪目糊着？恁爸哦是足够扣人的哦。啊，你咧讲啥吼？我拢记甲100件认错。哦，佫真牛安怎？踮别人面头前讲毋是老狗。我讲哦，这条线哦，连眼我才甲你算。阿爸，你要对啦？大门也无要来啊，恁爸也袂简单，较早困透门啦。哎，恁爸少年时，好呆懵好呆哦，啊，甲恁母啊伫谈恋爱，是安下叫，我像你安尼含慢。你甲母啊，毋是相亲的，恁当时咧谈了嘛？啊，阮先相亲，啊，才来谈恋爱，安尼敢袂用去哦？我甲恁母啊，也无谈恋爱哦，啊，哪有可能顾啊你遮交囝？我甲你讲，你也真是厉害哦！恁爸哦教你啦，后边人去对着这款代志哦，这面皮就要结较高咧啦。伊也无来，你也煞袂晓去哦。歹势啦。
啊，当时咧歹势啥啦？啊，是你新人急抓来咧？啊，这阿妹啊，主讲要来咱厝的，伊敢无意思来？是吼，我哪有收到？等你收到吼，天完啊落红花啦！我甲你讲，恁爸囝心情袂歹，趁这个机会吼，来你教一寡撇步啦。啊，哎呀，嘿。阿妹，嗨啦，先生，来来，这啉茶啦。我来着啦。嗨啊，啊前一阵仔听讲你去相亲呢，今仔穿啊遮漂漂，要去约会吼。无啦，啊，无你若穿啊呢？我是要来找阿妹啊。好啦，你若无想要讲吼，啊无好啦，我跟你讲嗨啊，你吼后日若是有要请啉喜酒，先通袂记你先生娘哦，吼。先生啊，这你放心，我若请啉喜酒哦，你绝对有份的。好好好，安尼上好，会记你就好吼。哎，阿妹，妹，嗨，啊你若穿到安尼，你是要去倒？着，阮阿爸惊讲这次西装会洗过啊，叫我穿出来吹风吹吹啊。哎哟，啊，咱这王阿哪安尼啦？啊，咱你也毋是德国啊啦，啊，迄衫若要吹风，毋都爱去皮带德国顶面，怎么叫你穿喺身躯顶？先生呢，你今日敢若心情袂歹哦，你袂甲我起笑啊？是嘞是嘞，啊，先生娘今仔心情是毋也真好，啊，多少毋知影吼。代志还袂决定哦，先莫讲啦。啥物代还袂决定？啊，阿母若决定好势，我拍算，安尼就是决定啊。先生呢？啊，啊，到底是决定啥物代志？我决定吼，要将阿梅嫁互阮某村啦，互阿梅。我送来你放下间啊吼。好啊。华春啊，你即摆有闲无？有啊，阿母你有代志哦。前几工啊吼，我咧甲你整理行李的时阵吼，我去看到阿梅吼送你迄香花啊。这个香花啊，在我身躯边嘛10几年啊。是啊，阿母感觉吼，阿梅甲你，搁甲咱兜，实在是足有缘的哦。啊，若无缘，哪会来做恁查某囝？不过阿母吼，无毋望阿梅，干那要做我的查某囝尔尔。阿母，这是啥物意思？
当做咱林家的新妇。阿母，你是黑白讲啥？阿母哪有咧乌白讲啦？我认为讲你若要娶某吼，都要趁早。阿妹是一个真适当的对象，啊！阿母，听你的口气，你敢若毋是咧讲耍笑的哦？啊，当我高后生要娶某，即款代志敢会用咧讲耍笑的哦？阿母啊，阿爸当初来阿妹遮来咱兜，是要互恁做查某囝，毋是要互恁做新妇啊！你即马哪会使来阿妹当做是家己的新妇啦？你嘛莫讲甲遐严重好无啦？等阿妹自从来到咱林家，咱也无甲苦毒着啊啦。若要论真讲吼，阿妹是我甲恁阿爸的查某囝无毋对啦。啊，不过阿妹这查某囡仔吼，实在是遐真乖哦。啊，我若甲想过来做新妇嘛，无倒位毋对啊。啊，你即马是咧笑啥？阿母，你若真是疼惜阿妹吼，就紧来找一个好翁婿。我马上会使介绍一个足优秀的对象给伊。你千万唔通来阿妹吼撒苦我。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江大山啊。伊哦。煞煞去，煞煞去。莫讲伊啦，我对伊无啥好印象。阿母啊，为什么？阿母即马无想要讲这啦。吴春啦，你是想讲阿母要收阿妹起来做新妇，我干那为阿妹咧设想咯。其实阿母嘛是为着你咧设想呢。为着我设想，安怎讲？你已经30外岁啊，好娶某啊啦。阿母啊，我无想要娶某。你即讲啥？你无想要娶某，是安怎？阿母啊，你若真是急要抱孙吼，你就去拿阿妹找一个好翁婿。若我吼，你免烦恼啦，我永远拢是你的后生。你想要赶，拢赶袂走，吼。你要去倒啦？洗身躯啊！吴春啊，等一下啦！你拄则讲你无要结婚是真还假啦？吴春啊，吴春，当然嘛是真的。你哪有这种想法哈？我本来就有这种想法，无啥物原因。是毋是阿母讲要叫你娶阿妹？你头讲讲这个话要气阿母的？娶阿妹吼，来咱林家做新妇，那是阿母的意思尔。阿母是毋嘛讲你着早结婚，到处你若想别个吼，较介意的查某囡仔，阿母嘛是感觉真欢喜啊。春啊，你心内到底是伫咧想啥？甲阿母讲好无？阿母啊，我凊彩讲的吼，你莫紧张。哎呦，这款代志哪会用凊彩讲的啦哈？我着凊彩讲的，你凊彩听听，听了吼就准煞。总讲一句吼，阿妹的代志到这为止，以后吼拢莫提起啊，好无？阿妹吼，自细汉我看到伊大汉啦，迄我都唔相信有别个。哦，莫讲，你到底有要结婚无啦？阿母啊，若要结婚，嘛着爱等好姻缘，等好对象。我才拄好转来尔，你就一直催一直催，你若通急无？无安尼啦，归去，我莫结婚上去。吴春啊，你30外岁啊？倒上嘛是30外岁，甲娶你，我骹手只是比伊较慢一点。阿母免紧张啦，对啦，阿母。倒上汉尔慢甲娶你，迄个时阵，你是毋是亲像即马同款，汉尔紧张一直催，一直催，催倒上紧娶你，啊？哎，你300斤仔，你是咧乌白讲啥？那我甲恁岛上是经过相亲才熟识的，相亲以前根本就无相捌。哦，好佳哉！若照阮岛上的个性吼，一定要找到一个。你搁讲，你搁讲。我莫讲，若要讲落去哦，水就冷去。去啦，去说很好啦。
遮尔阿妈，你咧创啥物？哦，我咧洗米啦，明仔日透早要煮的，迄物仔就要煮的，啊你正话来洗米啊？米先洗落边，米心浸落头，安尼煮来面才会好食。我真正毋知影吼，煮一糜，啊，搁遮尔费功夫哦。你倒落会枵啦，我煮一碗面线好食。阿妹，阿母拄则甲我讲过，我嘛来讲过，我无想要结婚。阿妹，做你放心，你以后若看到我吼，嘛免感觉歹势。咱以后还是兄妹啊。要讲歹势人，应该是我。我即马巴肚感觉最枵的，拜托你煮一碗面线，互我效果好无？好啊，阿兄，你去等者，我念你好。阿妹，我拄则讲迄话，你规个人轻松起来，安怎？阿母学袂出主意，害你行一阵。对啊，阿母甲我讲我这认真的，害我毋知要安怎。对啊，阿兄，你敢真正甲阿母讲，你无想要结婚？嗯。安尼要哪会使啦？你是恁家的孤囝，无结婚哪会使？是啊的，我无想要结婚，是救你一命。啊，你颠倒会咧责备我。兄，我来甲责备你啦。我的意思，哎，你知影我的意思对我。阿母的心意哦，我知影啦。伊是惊我四界拍拍走，才会叫我娶某生囝，想要来拔掉的，对无？哎呀，你真足厉害呢！阿母咧想啥，你拢知影。阿妹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阿母的观念真保守，伊来全部的感情，拢藏喺我甲道长的身躯顶。道长甲我，就敢若伊全部会死。即马，道长已经离开了，阿母一定将伊的心，拢藏喺我的身上。我惊我承担袂起，我惊我有一天吼会离开伊。哎呀，你要去倒？我毋是要离开遮啦，只是我要做的，难免有一寡危险。哎呀，你是要做啥啦？我要做的，是咱道上一直想要做的，啊，毋过伊一世人拢做袂到的代志。我要做的，是恁亲生阿爸阿母所做的同款代志。阿妹，我来讲的这件代志，你千万毋通让阿母知影。毋管我发生啥物代志，阿母就拜托你啊。哎，少年，我拄则伫路哦，有拄着阿妹哦，哦，伊看到我安尼哦，是啊笑眯眯哦，那真欢喜咧。啊，恁站的敢若袂歹款吼？哪有啥物袂歹？奇怪啊嘿，啊人是啊笑眯眯，啊你若坐面敢若屎咧啦，啊心情差啊济。莫安尼啦，有分无啦？拍一支遐偏芳咧啊！这毋是你的婚啊？啊我是挑工要互你巴结一个，啊你嘛莫过迄种面相，安尼刚好。老少年啊，啊恁站的吼，啊到底是发生啥物不幸的代志？
你嘛讲来听者。无啦，早期，等你尻川几支毛，我也煞唔知。你若真是无代志吼，你就爱喙笑目笑啦，一支喙啊歪到迄边去啦。过头安尼吼，面有面甲坐点仔才做好人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毋着讲来听。阿爸，你这结有好无？有好无好，我是毋知啦，但我即摆袂听了。放尿感觉有红红。我小可黄暗啦，是无红啊啦。我拄仔是咧问你阿妹啊代志，你搁牵为我这要结招的代志。到底是安怎啦？紧讲啦，紧讲啊！海啊，王伯啊，我唔知海啊伫遮，无我拄仔找你做伙过来就好啊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我想阿妹啊，你暂下到阮遐是？无啥物代志啦。阿妹啊，你来创啥？哦，海啊，我有代志要来讲。无咱来迄边讲。王伯，我来去。多谢你来看我。其实哦，我的心情歹讲歹，但是我阁扛袂住。轮到你啦，你家己千万着要保重吼。袂啊，我心情还阁袂歹。海啊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啊，你遐紧着要甲毛顺道要结婚啊？毋是啦，是阮阿兄已经甲老母记住人。伊讲哦，我既然是林家查某囝，就袂使做林家的媳妇啊。真的是假的？恁阿母敢听落去？你看啥？我足欢喜的啦！阿妹啊，我这世人毋捌这欢喜过。阿妹啊，其实昨哦，我心内真艰苦，我嘛真后悔去找你，因为我若无去找你哦，我永远拢袂知影你的心意。安尼颠倒好了，问题是，我已经去恁兜啊。当我知影你的心意的时阵，先生娘我决定要收你做林家的新妇，我煞毋知影要安怎。好亲像，好亲像，敢若啥物代志都慢一步对无？毋是讲你有这种想法，我嘛有这种感觉。特别，我敢袂是讲对你后壁离开。你若行两步，我才行一步啦。你转一个弯，我抬头要找你的时阵，就无看你的人影。嘿，到底是你行伤紧，还是我行伤慢？阿妹啊，不管紧还是慢，也不管以前是安怎，我即马就徛在你的面头前。以后，我嘛永远徛在你的身躯边，永远陪伴你。
牺牲一切。火车行到伊的阿母伊搭顶，哎哟，放空来哟，放空袂到伊搭丢丢，当啊伊搭阿母伊搭。啊，当你是安怎？啊，才活一心无看尔，即摆变啊花头喜面啦。你即摆安尼是迄什么意思啊？阿爸，准备去恁家提亲啦。啥？阿妹若变做你的新妇了后，先生娘就小可长，毛村大哥就小可大舅啊。阿爸，你要结着吼，免惊无人通医啊啦。敢真是安尼？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啦。大山啊，你真是拍一个红棍互我斗。这件代志我嘛是考虑足久，我毋则敢甲你开嘴。当初时，我若听老师的话，坚持落去，凡说伫老师有生之年，我就有法度达成老师伊的心愿，带阿妹做我的家后。这若要怪，就要怪我的面皮想薄。你面皮薄，我敢就比你较厚。你叫我来阿妹开嘴，叫伊嫁互你，我毋知要安怎讲。敢讲你不爱听我讲哦？你免着急，阿妹的个性你也是毋知影。你若愈着急哦，伊就愈惊你。我看你慢慢啊交往，互伊渐渐了解你，伊哦就自然会接受你。问题是，伊若看到我，就敢若看到鬼共款，逐摆就想要理你。你嘛知影，我连接近伊的机会都无啊。这毋较简单，我替恁制作机会，互你甲阿妹约会。无可能啦，阿妹绝对袂答应。干嘛呢？阿妹，你转来啊？嘿，阿兄，阿妹，大山兄，等下阿妹，我甲大山来等你。那我要创啥？你问大山啊？问我？你毋是讲大人有一个新开的书店，要招阮兄妹仔去？朱店，对，朱店。阿妹，你有兴趣无？要做伙去？好啊，当时你去。即马就来去啊！真好。安尼我先来甲阿母讲一声。你看，阿妹毋是答应啊，有我这军师伫的吼，就算讲你想要甲阿妹去天顶约会，嘛无问题。多谢，甘拜下风。好，安尼我来讲咯，头家，阮大家拢有家庭伫的啦，你来欠我的薪水敢对了啦？对。顶个月你就讲过后，讲这个月无论安怎绝对要还啦，结果咧，你即摆共款讲你还袂出来，你咧害阮大家厝内面拢叫掉，你知无啦？好，我毋是甲恁大家讲过啊，咱公司也是东南亚投资设厂，本来是赚钱的啊。哪会知影讲哦，了解虚咧咧？大家吼互相小忍耐一下嘛，懵多啦。等我有赚钱哦，恁的薪水我拢还落恁啦。可是我们怎么听说公司要收起来不做啊？对啊，头家啊，今日恁若无阮一个交代哦，阮大家拢无爱走啦。恁即摆讲啥？恁拢无爱走，无恁是要安怎？哈？我坦白甲你讲啊，这间工厂啊。是我私人的财产，我叫恁留，恁留哪会留咧？我叫恁走吼，恁三人何大敢还留咧？太过分了，讲什么话？我跟你讲啦，今日薪水若无还哦，阮大家都无爱走啦。恁讲啥？恁拢无爱走？好，拢该讲出去。恁稍等一下，我来叫人代班随出来哈。阿兄，
大生仔咱今日看到真欢喜啊！伊哦，因为有你伫个啊。阿兄，无你是咧设计我？真若是设计，我是光明正大招恁两个做伙出来的。阿兄，你老实讲，大生是毋是甲你讲啥物？无啊，哪有？那无，啊无你讲我那怪怪，一定大生仔有甲你讲啥物对吧？你感觉伊会老讲啥物？无你先讲互我听。阿兄，你咧生气啊？莫生气啦，啊人就拢出来啊，嗯。你来，你看者。生肖炎这止痛，你去叫院长为外边迄个所在叫几个医生过来支援，快去咧！哪安尼啦？阮头家无发薪水，互阮，搁叫大无效讲是安尼啦。你看，你拢是咧混。小恁来一个，你哪会遮侪人受伤啊？像阮头家叫落嘛，忙讲，就是阮妹要讨干伊讨无，讨干伊讲。是老到苦，有遮啊快，哪会安尼？这袂困，心思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想要讲，阮头家竟然这么凶，我讲就讲，阮家是一寡工人，内底阁有一寡查某咧。伊竟然讲我这么大力，你我工人带头的是啥？内底我甲派一个叫阿姨啊，佮一个老阿妈，人叫过的。阿姨啊，这位是林医师啦，伊专工来看咱大家啦。大家好，你好，我叫林木春。你好，老郭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啥物人？凭什么坐咱遮甲我讲话？我叫林木春，我是代表这寡工人来找你谈判。这是阮公司的代志，无需要外人插手的。若准讲我是外人，啊，徛你后壁这几个，敢定是外人呢？你，迄是我的朋友。你的朋友，那安尼，过甲阿义啊嘛是我的朋友啦。对啊，这是我甲因的代志，你无讲话余地啦，你敢出去？谁讲我无讲话余地？你叫这寡人来工人拍甲流血流地，为什么我就袂用替因讲几句话？陈老板，今仔日阮来找你，敢若有3点要求。第一，遮尔侪人受伤，你爱负责；第二，听讲恁公司最近有收到一寡汇款，要发薪水应该是无问题。希望你今仔日来欠工人的薪水拢发出来。第三，听讲你工厂要收起来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希望你讲互清楚。喂，阿姨啊，你无代无志叫这个唔正经来遮咧闹什么意思的？我坦白跟你讲啊，对这个开始哦，恁这工人哦，拢该死头咯，甲你开除啊！以后我公司若搁开落去哦，我袂请恁，我请外口人啊！阿妹，你好大，你就来开庭看卖啊！你莫叫是你做头家的就应该这尔漂白。我，这3点要求，你若无互阮一个交代，我绝对袂放你煞啦！对，啊不你甲试看卖啦！发薪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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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开啊！林秘书啊，是毋是头家要出来发薪水？免急，等伊出来就知影。哦。啊，那是警察啦！怎么会是警察？大家别激动，大家别激动。来，你这警察上线。律定，向左走。去看到案，你叫警察来对付啦！来去看到案啦！进来。各位乡亲，我姓杨，是县警局的局长。
我代表政府来告诉大家，你们要有什么委屈，要澄清的话，按部就班的来。我们绝对不允许你们在这个地方聚众滋事。有什么事情啊，就推派代表出来就行了。乡亲们，没事了，回去。局长，警察是国家的公权力，应该是来保护我们这些受害的工人。为什么你们会突然出现在工厂里头，还叫我们回去？难道你不是来保护我们的，而是来保护这个陈老板的？你就是林茂春？我就是林茂春。是你煽动他们留在这个地方的？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如果这些兄弟姐妹能够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，没有人愿意顶着太阳守在这里。老乡啊，林先生只是来帮助我们的，没有什么煽不煽动的问题。是里面的车板太可恶了。好厉害！我警告你，10分钟之内全部给我撤离，一个人也不准留下来。大家有听到无？警察叫咱走，警察出面吼，唔是来保护咱的，是来替你头家吼赶咱走的。大家讲，咱要走还唔走？不登去。你冇掂到，嚟，企好。哎，我工人呢？遐工人拢走，大家拢无代志啊。阿娘，你。
谢啦。林大哥，你请。是我拄我泡牛奶啦，来，趁小紧啉。警察哪会徛在门口口？哦，因着一直徛在门口口，我嘛毋知徛什么意思诶。局长，你是来抓人的话，可不可以等我把这杯牛奶喝完？你们3位先出去一下。我不爱这个。局长，你若要抓人，想要把陈老板先抓起来，是伊欠着人的薪水，伊叫都冇敢讲的呢，伊才是罪魁祸首。阿妹，先出去。哎呀，伊甲你讲到安尼，我会使互你等去遮啦。所以你放心啦，你若敢给我动手吼，我会喊救命，喊甲真大声，互你听到。你信？哎呀，第三，杨局长，你毋通袂记，这个所在是病院，我绝对袂互你凊彩动我的病人。咱先出去。局长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你不是那个工厂的员工，干嘛去淌那个浑水啊？警察不是人民的保姆吗？为什么站在陈老板那边来镇压这些工人呢？是我在问你话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很固执的，我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啊，就是共产党。我没有那么的伟大，共产党还可以打败你们，我只有挨打的份。就凭你这句话，我就可以枪毙了你。那就先枪毙孙中山，他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他才是真正的共产党。你。局长，我把牛奶喝完了，你要带我走，随时都可以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还杵那干嘛？撤了。是。林大哥，哎呀，迄局长话你安怎无？哎呀，到底什么代志？你哪甲外口警察拢叫走去？我嘛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。杨局长这个人哦，足阴沉的，啊，愈阴沉的人哦，就愈恐怖。林大哥，你莫讲，互我惊无？伊到底有偌恐怖？无啦无啦，啊，警察走啊吼，我就用去出院啊。阿姐，袂用啦，你可能有脑震荡，上好住院观察2天啦。袂用的啦，啊，若互阿母知影我住病院吼，啊，伊一定会抓动的啦。袂使啦，阿姐，你即摆咧转去，阿母若看你受伤，伊毋是搁抓讲？我会找一个理由吼，互阿母找无空方抓讲。啊，毋过你来替我保守秘密，好无？好啦，要若无，我请院长派一只车送恁转去。哦，对啦，阿梅，恁转去厝了后，24小时以内，你都要随时甲恁阿兄顾好，注意看讲伊敢有吐。我知影。好好休困。我拜托你，唔通搁管杨阿叔啊！干那的代志是正事，毋是冤事啦。哎，木村，你敢莫搁看袂出来煞？警察若一出现，遐个工人都拢惊惊着啊！是啊，这件代志，你将伊当作是正事，
也毋过你家己看遐工人咧，因面对家己的权利，敢有像你遮坚持？你只是暂时未起尔，你无啥物时间，毋捌看见遐尔侪警察。事实敢真是亲像你讲的安尼咧？木春，我拜托你，你较清醒的好无？目睭都爱配合金，将代志看好清楚，毋通搁再糊涂落去啊！我已经看得足清楚的，免你来提醒啦。木春，其实你想要创啥，我嘛非常清楚。我只是想要提醒你，人是足现实的，而且嘛足惊死的。有时阵并毋是像你所想的安尼啊。不管你替伊做偌济代志，拢嘛共款。应该最后所想到的，永远是家己的权利甲利益，这是袂改变的，哈？毋是安尼，人毋是亲像你讲的安尼啦。那呢，我问你，是安怎你替伊牺牲遮济，因遮的人竟然无甲半个人行骹到来看你咧？你替因老回到第一面前顶，因遮的人，伊阁是为什么连来甲你关心一个都拢无咧？反正你找讲的遮的人，已经将你放袂记嘛，无一定啊。高医生，你莫阁讲。大师，你爱相信，人毋是你讲的安尼。你所看到的，只不过是反映一个事实。我是一个失败者，跟我阿爸同款的失败者。你不要太嚣张。现在是没有证据的办，希望你不要给我证据。局长，你是不是想指控我，扣我一顶共产党帽子？如果你真的想抓我的话，就干脆一点，别乱扣我帽子。阿妹啊，春条吼，答应要嫁无春啊咧。只不过是一场婚姻尔，敢有影遐尔重要？我甲你相会，敢会害你哟？迄结婚甲提亲是两回事呢。迄清清提提，啊结婚不管想嘛使结。哦，你这个搞死因啊！啊，你煞比恁爸较急啊！哇，迄家家啊吼，迄起笑，嘛要像你遮凶。阿妹，我一时的冲动，煞互你遐尔困扰，真是的。是，你啊，你毋是困扰，你绝对毋是困扰。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想阮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梦阮？为你袂食袂困。想阮恨你无分无寸，为何夜夜梦阮？为你袂食。